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讲起法医时，大部分的人如果因为讲也系一个浪漫的工作，因为民意可以同法腔下去执法啦，无落去插法系一个好工作。但是其实法医是一个辛苦的工作，因为唔单止办法啦，去夺法啦，去检法一件事情，某个事情如何去做。今日呢有请到来宾，伊看好来可以像伊的规约嘅什么的，但是伊做法医时已经做了15年了。我哋今日有请到伊来到我哋节目底部，如果请伊同我哋分享，都在伊做我做法医时，然后法医时嘅工作底部，都在真实的情形嘛嘅。我哋马上欢迎今日来宾赖一凡来到现场，一凡欢迎。大家好，我是赖一凡，我是来自屏东高树。一凡嘅请问哈，因为通常我哋一开始讲，应该系一个法医师嘛哈。你要同我哋观众朋友稍解一下讲，到底法医师嘅工作内容係乜嘅呀？其实大部分的内容就是以插花为主，但是其实除了插花之外，你要有很多的时间去整理这些花材啊，然后还有一些时间你是需要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进修这样子。乜個能夠進一步的進修呢？如果能够最简单做的就是多参考相关的一些书籍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展览，就可以去多去了解一下别人的作品。然后我以前还有曾经出国到日本去做一些参访的一些工作，这样，然后就到日本的各大花店去欣赏一些其他的作品，这样子。你等于讲，即家摕做法医师的时间，马一出去进修啦，去学新的东西。咁当初唔通我想去做法医师呢？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设定想要这个工作啊，是因为我姐姐的朋友，她有一间花店，然后因为老板娘生小孩了，所以开始就比较忙，然后需要一个工读生，然后我就先去打工啊，就是因为这样子因缘际会的状况之下，进入到这个行业。可是当初你是以你喺打工的原因去开始做下工作嘛哈，但是你这个开始经营的法店的时间，同当初想的系咩样啊？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冇听我听冇得耐咯。就是刚开始因为其实什么都不会，然后也什么都不懂，所以要从很多花店的事务开始，这样很多的整理啊、跟打扫啊，然后这些很基础的工作开始做的。一般来讲的话，法店的最无限的工作係乜嘢？要整理冰箱。对，在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对，因为花材进来之后，你要开始做整理。然后整理完之后，你要开始分类，有一些是要放冰箱的，有一些是不能放冰箱的，就等于是照顾这些花材。跟以人四季来讲嘅話，用嘅季節對人嚟講，佢法店乜嘢係最大嘅季節啊？最大的大概就是情人節，然後母親節，然後一般過年過節都會有比較多的送禮的機會。大概是這樣。從你這個開法店乜嘢嚟講嘛？從你這個你這個嘅法醫師，每個法醫師有冇同樣嘅一個主題嘛？譬如講，有啲人可能做嗰種傳統嘅用法啦，有啲人專門做嗰種過期嘅嗰種應該我哋講太甜嘅嗰種擺法啦。咁從你這個嚟講嘅話，這個法醫店係行用嘅一種我哋講商業型行態啊。剛開始的是比較商業的，然後中間的部分我就是到飯店。就比較多是在做婚禮的會場佈置這一部分。當初你這個開始接觸到法醫店嘅法醫師嘅時間啊，提供係你接到朋友嘅店嘅嘛。但是問題係，一開始嘅時候係同埋人學嘅咯。沒有人，冇人教我嘅，冇人教我。咁冇人教，你這個我開始會自己插安嘅東西。其實很簡單，就是我都是做中學，然後我會很謝謝我引我進門的這個 Ricky 老師，就是我第一個工作的這個老師，對，但他就是在工作中，他都能夠把他所知的盡量都教給你，然後他在幫學生上課的時候，他也請你在旁邊一起跟着他一起上課。但是我時常冇人講，上課學到嘅東西是講，係用嚟插，還是講用嚟去整理嘅法，還是講用嚟去把法變成你這個想要用嘅咯？以上你說的這些就都有。對，因為
我在那边等于是从零开始，对，所以就是那时候的老板他就等于是什么都交给你这样。可是问题係我哋常常我講到講，其中我哋比如講插發油咁樣嘅東洋流啦、西洋流啦、西洋油話要買嘅英國式的啦、德國式的啦，佢其實是有分安尼睇安尼分片冇？那時候的 Ricky 老師他是比較學歐式花藝，對，所以我就是先從那個部分開始學。乜嘢係歐式花藝呢？歐式花藝係乜嘢？我們比較可以理解的是，比如說像現在婚禮很常看到的東西，就大部分是歐式花藝。譬如講，而家要設以用嘅法，係咪有特別用嘅法？我講而家設係咪用特別用嘅設？因為我哋提講，譬如講一般嚟講，日本嘅法，東洋流嘅法，伊可能我用到松樹啦，我用到菊花啦，白用嘅其實有幾明顯嘅，譬如講三角形啊，乜嘅東西，感覺到講歐美嗰邊嘅插法嘅流派，而家要插出來法，佢刺眼，佢太薄，係咪有安尼插片咯？其實我們如果要照流派來說的話，就是說不同的國家，他們有自己設計花藝的風格。譬如說呢？對，那可是事實上，其實我沒有上過任何正式的花藝課程。可是等於講 ，Ricky 老師等於講把以這個對法的一種看法完全搞不能上嘅。對。咁幾時間差不多幾個時間？差不多1年半。1年半。然後 Ricky 老師都把點嘅當本嚟，係咪？後來沒有的原因是因為他後來生病。對，然後我也離開了，到台北工作這樣。咁後來你用你拍啲法點嘅工作係咪？咁你法店嘅工作嘅情形可以同他個人講一下好嗎？後來我到台北之後，就是他是在飯店附屬的花店，那他很大部分的工作性質是在做婚禮會場的佈置，對，所以就是以婚禮的一些桌花啊，然後或者是他場景的擺設為主這樣。可像我哋睇嘅飯店嘅附屬嘅法店嘅地方，一般來講，我哋結婚常常會用到用嘅法啦。最常用的就是玫瑰花，對，因為玫瑰花就有愛情的象徵嘛，這樣子。一般來講，睇飯店嘅地方辦婚禮嘅法，係咪都感覺到個西洋式的法不多啊？西洋式的話會比較居多，對，因為婚禮的話，它還是會比較希望是比較豐富一點的，可能澎湃一點的。那但是如果是在日式的花藝裡面，它很多時候是比較走簡約的風格。咁從這個睇嘅飯店嘅地方嘅法店嘅時間，就讀過俾人印象可以成為一種佈置嗎？它用的玫瑰花的量很多，然後一朵沒有辦法計算，就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那因為它很多人的佈置範圍都是可能就只有在可能送客的地方啊、主桌的地方，很簡單的。但是它沒有，它可能從比如說我們走上宴會廳的長廊，然後它的樓梯，整個沿着紅毯，然後一直到舞台，所有的地方都做等於是完整的佈置這樣。所以它用的量很大，然後它的場面也很華麗。對，這是讓我印象比較深刻。嗰種像我哋嗰種我哋結婚嘅人，而家有安尼需求嘅時間，而且咪事先我先同嘅溝通好，比如講，伊想要做用嘅一種佈置，然後他有個佈置嘅方法，還是安尼一刀切，係咪先同嘅溝通好啊？溝通的部分有，對，一定都會先跟我們做一些基礎的一些溝通，那不過他會先透過業務員，那業務員會給他我們一些飯店基本配套的東西，那如果說有再進一步再更細一點的啊，或是有一些是個人需求的，然後就再另外跟我們做改變這樣子。對，如果飯店本身都有一套一套啦，咁嗰種講，一套一套嘅以外，你話想愛嗰度嘅要求嘅話，好，你可以用另外加嘅方法，一定都有無同嘅佈置。咁幾時就對於啲飯店嘅多更加嘅也嘅一啲無同樣嘅一啲工作環境嚇。啊，你幾時以前嘅 Ricky，以這個對你幾時嘅工作有乜嘅想法嗎？不過那時候 Ricky 已經那個去當天使了，他後來是生病，但是我在他身邊工作的時候，就是有得到很多基本功夫的這個。等於是練習，那這些練習可能在那個當下，其實
我也还蛮不以为意，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对我而言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或是影响力。但是其实到下一个工作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你以前在那边倒水啊、整理花呀，在那边整理垃圾、捡那些花材，其实等于就是慢慢的累积你对植物的熟悉的程度，还有就是对花艺的一些赏析的能力，其实都在那段时间养成还有比如说基本的插花的花型啊，很简单的圆形，也是在那个时候练习出来的。因为其实我们说圆形，但是事实上你给一个没有插过花的人来插花的话，那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完成的，因为毕竟花是一朵一朵、一枝一枝的，那你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然后才能够把我们需要的架构做出来。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那一份工作里面，在那1年多的时间里头，等于是累积而成的。那样的基本功，其实我觉得还蛮难能可贵的。假设说我在那段时间，因为觉得很辛苦啊，或是很无聊、很无趣，我就离开这个工作的话，我想我现在应该不会有现在这样子的成就。其实等于讲，其实这高本最大的 Ricky 后来已经都去做天使了。但你今仔想到讲，伊后来你就马行出这个一条路，你有办法想要对 Ricky 讲吗？就很谢谢他。然后我在参加完他的告别式之后啊，就是我还有梦到他这样子，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很灿烂的微笑，这样对，然后就是我就觉得他应该是想要跟我说我可以做得很好，对。其实人人生地步，我读到某几年这个唔对，但是人生地步，你这个好好努力的话，你后来还是可以行出这个一条路。有些好哦，等下我再买过多分享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所以节目我哋来宾，我哋翻译师赖以凡同我哋讲，以怎样嘅变成一个翻译师嘅。我想问一下以凡其实讲这种翻译师，他嗰度是冇容易咪讲，係一個浪漫嘅工作。各種我哋有觀眾朋友想變成一個翻譯師吧，都係一樣嘅一種特質，冇得講樣嘅一種工作內容嘅人，能可以變成一個翻譯師。就是基本上對植物的喜愛程度要到有算是熱愛這樣子，對，你要真的很喜歡它，然後能夠很想要了解植物這個部分，然後也對大自然的這一個領域能夠有一個很深的感受跟喜好。我想這個是最基本的。但是讓人發現，係咪講我做翻譯師以前，我先讀過嗰條書，那可以讀，還可以做，還是講那一工作都，那對於工作你冇學都可以嘅？如果以我來講，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我直接都是做中學。那當然就是進修的部分，就是要你可以看自己的需求，然後或是看自己想要達到的程度這樣。不過我的狀況比較特別，就是因為你的工作已經其實很忙，就是讓你忙碌到沒有時間再去另外做一些進修的安排，或者是其實也沒有精神再去上課，然後後來又忙於家庭，那就是更沒有時間。所以其實我大部分的狀況是直接在工作裡面，然後做有很多的吸收，然後在工作裡的經驗就可以有很多的等於是見廣多聞這樣子。一般來講嘅話，一般講翻譯師一的工作，你會同你觀眾朋友紹介講，譬如講，伊可以是差不多花一段時間嚟整理啊，發財一段時間聽人客服務，一段時間去專門喺書店啊啲事情，你會同你觀眾朋友分享一下講，一個翻譯師你的工作嘅時間啊？早上到店裡的話，大部分就是先從整理開始，然後把店裡整理好之後呢，就開始製作商品這樣。那但是其實前面還有一塊就是採買的部分。那採買有時候是我們以前在飯店，它是會直接有廠商送過來，
对，那或是说我们是有其他的同事再去做采买，这就是大家分工合作。然后采买回来之后呢，你要整理花材，然后把它把它当整理好成是可以运用的，可以直接拿来做作品的。这样，对，大部分就是会花大概2/3时间是在制作商品或是完成作品。可是从人家买入来的花材来讲，其实伊送来的东西，等于你可以买嗰种情形要差几多哈？等于讲你还要处理的东西要几多吗？是看材料的类型。有一些是需要整理过之后再用。譬如讲，比如说有一种比较容易烂掉的花叫做桔梗。像它就不适合放冰箱，但是因为它买来的时候它的叶子非常的多，那你叶子很多，你把它浸泡在水里面的话，其实是容易让植物整个烂掉的，所以你就要花很多时间把那个叶子除掉啊，然后把它修剪之后放在水桶里面，然后还不能放冰箱，有时候放冰箱反而会让它更容易受潮，然后就是烂掉这样。所以就是看植物的类型，那有一些就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做整理。嗰就等于你讲米啲无强要处理的方法都无强样。嗰等于你讲，买东西买过来以后，你都把它整理好，然后按你放，你后来开始运用伊的时间，唔能够方便去处理。它像安尼嘅情形的话，等于你讲，因为讲伊啲人开始好，譬如讲来讲嘅话，你等于你睇你去上嘅片，好比他们1年人，你可以去，这个可以从脱离的做事情的，系咪啊？算是可以。那不过那只算是一个起步这样子，对。但是至少那些基础就是在那个一年多里面，算是打得很扎实，然后很稳固。因为是有一些花艺师，其实我们说最简单的，你可能你要插花之前，你要怎么去打这个海绵那个海绵的大小啊，你的深度，其实这些都是在准备工作里面去可以练习的，然后可以了解。那很多人就是他觉得他已经是花艺师了，那他就不去做那些所谓的我们说的前段的准备工作。那其实那些前段的准备工作呢，其实也是跟你要完成的作品息息相关。那但是如果你放弃了，或是甚至于有些是很不能接受那些我们所谓的很事务型的工作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你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花艺师。对，如果其实唔要讲唔能处理讲最面头那个部分啦，个前面的部分，包括你这个用乜个东西，其实这个一准备其实那系最好的啦。可种也团结的地方，你这个从事花艺师的工作地方，有你这个感觉到讲这是做我们行业上要表现的事情。最明显的时候应该就是在生完小孩的时候，对，因为生完小孩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离职了。那后来回去工作其实就是以兼职的这样 part time 的性质，它的时段啊或者是次数其实都没有那么多。那会陆陆续续回去，但是就会觉得比较累啊，也比较吃力这样。小孩子因为还很小，那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他身上，所以等于是家庭跟工作之间会有一些拉扯啦。就在那个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就先都不要工作了这样。你这个嘛对工作嘛係歸壓嘅，但是你當然對你這個家庭嘛係歸負責任嘅。但是其實就年路當24點鐘嘅，可是你24點鐘能讓你把伊分配成人工作同人生意嘅，其實對每一個正人嘅父母來講吧，就嗰種樣講啊，歸掙扎的一個事情啦。咁從這個頭都有講其實你後來得到人家講人家回饋嘅時間，係你這個感覺到歸快樂嘅事情，你這個有乜歸影響歸成為一個銀行？第一個工作的時候，然後那時候已經大概差不多在那裡工作1年了，所以 Ricky 老師也很放心啊，因為他必須帶着小孩出去玩，然後他跟師母就都不在店裡這樣，然後那個時間剛好就是我自己一個人顧店的狀況比較多，然後有一位大哥他來買花，那他剛開始進來他就說他指定一定要白色的。那就很巧，我們店裡面沒有什麼其他白色，就剛好有一束是進口的臘梅。那是因為它是還在當時不是算便宜的一個花材，然後我也是覺得
它并不是主花，它其实就是小朵的花，那种碎碎的小花这样而已。然后所以我就开始跟他推荐别的，结果没想到介绍完之后，他还是选择了他要白色的。那我就说哦，那因为不好意思，我们店里的白色的花就只剩下这一束，然后也跟他说这个价钱这样，然后他也二话不说，他就指定要它。那后来我帮他包装要结账的时候，他才跟我说哦，原来他是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他都会带着一束白色的花，然后到墓园去看他的朋友这样子。哦，所以那当下我才了解说哦，原来他要白色的花，它是有他自己的想要表达的一个目的这样子。一般来讲的话，人家买花的目的是什么呀？大部分的话就是，其实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位大哥，他其实也是要赠予，对，然后要给予祝福啊，然后让收花的人觉得开心，这样对。咁你这个，但是对于的买花人来讲的话，除了因为讲花可以传递一种祝福啦，一种快乐心情，花瓣可以传递某个心情。我觉得它是很能够疗愈人的心灵的一个很好的媒介，对。那其实是任何的植物都有，那只是说因为我觉得在植物里面啊，就是我们人类比较可以看得到，然后也最清楚能够看到植物表现最美的部分，其实就是花。但是其实在植物里面，它的根茎叶花果，它各个不同的部位都有不同的美感存在。那只是说植物能够带给人的一个疗愈的心理的部分啊，就透过这个送礼的过程，其实就可以，我觉得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这样，你等于讲，我哋可能讲唔出来嘅花，我哋用法来推荐我哋嘅想法。咁像你这个店，我咪哋讲，后来有去教朋友花艺嘛，咁你这个有影响过什么人嘅学生啊？冇？给我很多回应的学生，我会特别印象深刻。比如说，就算是他问题很多，我觉得也没有关系。然后，在上课的过程，我反而会很喜欢那个问题很多的学生，因为他让我的感觉是，你有在听老师说话，然后还有就是，你除了把我的话听进去之外，你还有思考你自己想要说的，或是他自己想要提问的。马刚侬问题几多学生呀？问题很多的。譬如讲，嗰種如果他唔講，有冇？有。中文好犀利，对，就是他需要协助的。不是每一个人的美感，每個面對你的看法唔同，等於他說你唔講，其實能用我哋講咯。對，我就會鼓勵他，因為其實我的原則大部分就是不太去修改學生的作品，對，然後我一定會鼓勵他，就是去表達出他心裡最想要表達的樣子。因為我覺得那個就是最美的樣子，那也是你自己心裡最想要展現的方式。對，當然我們會給他一個基礎的方向，在剛開始上課的時候，只是說你會很容易很清楚的看到說，哇，一堂課下來，然後甚至於幾堂課下來，你100個人真的會有100種插法，因為每個人想要做的都不一樣。那這時候我也會覺得是很開心的，因為你就是要做自己啊，我們不需要去模仿別人，才能夠做到最完美的樣子。不過其實學插花一件事情，就是講，把自己嘅心意要傳出去，係最重要啦。最重要。嗰種花做一啲出物裡邊最重要一部分，一方面可以代表我哋嘅心意，一方面嘛可以幫我哋講出嘅話本朋友啲。有時下我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堂節目嘅來賓賴宜凡花藝師，伊同我講，其實我哋變成個花藝師嘅話，唔可以有乜個特質。我想問一下嗬，基本上我哋現場有幫我幾多位無見嘅東西嗬，譬如也會向我哋相機嘛嗬，相機，也對你來講也很用嘅一種口場咯。精油的部分我們大部分就會結合在花藝的作品裡面，然後在課程結束的時候啊，也會有一個精油的抓周，或是
花语的抽取的这个过程，是我们公司还蛮独特的地方，这样子。相对来讲，把精油都在用喺提哪个时节可以用到人家精油啊？它的使用其实很广泛，然后也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就是都是看个人的需求。然后我们会建议客人可以放在熏香灯里面，然后熏香之后，你可以让你的室内空间会有达到一个芳香的效果。然后或者是我们也有制作滚珠瓶，可以使用在身上，有时候是可以让自己提神的，或是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放松的这样子。等于讲也像黑暗的一种发臭的一种眼神啦哈。咁像我哋隔壁看到也系讲像係铜臭的发咩，所以係一種用的口场咯，那同我的观众朋友紹介一下。通草花这个很特别，它有点像是我们在做手工艺。不晓得主持人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在母亲节的时候会用那个皱纹纸折成一朵康乃馨的样子。对，那我们课程的进行跟完成作品的过程，大概就是那个流程这样子。但这个很特别，就是它会用通草纸，然后剪裁成你需要的花瓣的形状，然后再去制造成做成你想要的花朵。那例如说像旁边的这些啊，大朵跟小朵就是依照你剪裁的纸张大小去做出来的这样。但是问题係講，你當初做那個想要用銅臭呢？那麼觀眾朋友介紹一個，乜嘢攞銅臭啊？而同台灣有冇關係呢？通草其實是在台灣的早期，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濟作物，是專門做出口的。那為什麼會很重要？就是那時候還沒有塑膠的發明。那現在後來是塑膠發明之後，大家都開始用所謂的塑膠花當成人造花。不過塑膠花是不會壞、不會爛，沒有錯。但是因為現在的環保意識的抬頭，大家會希望能夠再回到以前，就是更自然、更原始的一個生活的狀態的時候，其實像這樣的材料反而慢慢的在被拿回來再做的使用。那雖然它是天然的素材，那也許會有汰換的問題，但是至少它是不造成環境上的負擔。變成講你係一個歸田園，但是嘛係一個歸講的一個東西咯。或者對你講，你的除了法醫呀，一個口場以外，變成唔單止話有精油，變係一個銅臭啊的口場，等於講對法醫來做一個主題，然後做某同樣的運用的一個口場。咁像我哋口場，因為一開始的時間講類似果樹，但是我提供其實你係屏東人，你係台北人啊吼。咁你做乜講的類似果樹呢？你見到係咪口場慢慢的會採果樹來上課？因為剛開始在找高樹的農地的時候，其實沒有特別的去設定要在什麼樣的區域。然後不過因為我們的創辦人就先到當地，那因為必須在那裡留宿嘛，他就在一個民宿先住了下來。那在那個住宿的過程中，他就開始跟那個民宿的主人有一些交流啊，就大概了解說，一個年輕人來到高樹這邊是有什麼樣想要做的事情嘛？然後他有大概跟他提到，他想完成的一些使命跟理念這樣子結果沒想到，就是現在我們目前找到的農地，其實就是跟這個民宿的主人是有相關的。那透過他的輾轉的介紹啊，跟幫忙，我們目前成立的一個農場就確定是在高樹這個地方。但是一般來講譬如講頭都講法醫師的口場精油的口場，還有銅臭的法醫的口場。其實一般來講，也口場應該大部分都會聽的都市鎮的地方能看得到。可是果樹呢，果樹的一種口場啊安排怎樣呢？在高樹的部分，我們有一些自然農作的部分，可以讓你做一些實作的 DIY 的這個部分。然後還有另外的話，我們也結合身心靈，對，然後會有很多各個不同領域的老師，然後會在這邊進行一個更深入的課程，而不單純只是花藝啊，或是精油這樣子。那麼同的觀眾朋友紹介後，也是用了一種也是一種口場的形式。目前我們現在推出的這個露營活動呢，它除了結合花藝之外，然後又跟結合了身心靈。我們是找了一個在台北的露營的場地，然後除了花藝的部分，我們會有一個簡易的營地的佈置，然後再來會有
身心灵的老师会带你做一个简易的冥想，然后呢，还有一个瑜伽的老师吗？对，最后有瑜伽老师是，他会有在因为我们是必须有3天2夜这样子的，会住在那个露营区，然后老师会带着我们有一些简单的瑜伽的运动。从一个比如讲，你这边的方面来看的话，吼，这个做翻译师做研究，你对你来讲，开始做翻译师这件事情，对你人生有什么改变吗？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地方是，我是可以把兴趣当成工作的人。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看到蛮多人，其实他汲汲营营于一生，他可能他现在的工作未必是他最想要的，或者是可能他常常是为了工作而觉得很辛苦或是很吃力的。那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并不会，就反而是在工作当中能够得到很多的身心上的一个疗愈。对，我觉得这是我跟其他的人最大不同的地方，也是最幸运的地方。因为我人的问号，其实我还有问题，我想问讲，那如果有你想要变成一个翻译师的话，你对有什么建议吗？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做很多的一些很基础的工作，所以最好的建议就是好好的打扫冰箱1年。不过其实这并不是说你只要付出劳力啊，做那些事务的东西就好，而是说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你不管在任何的环节，你都是要用心的。对，那都是要有一些很深层的认知跟体会的，你才有办法说在这个工作里面脱颖而出。可从一般来讲的话，你做一个翻译师，伊也要比如讲，你开始的话，你这个就开始，比如讲，我创一啲人的要做嘅方面的流派嘅人嘛。咁我一开始我做翻译师的时候，我係咪如果先想好，我要行那条路，还是讲唔怕唔先意做那来讲咯？如果要我以给其他人的建议的话，我觉得绝对不要设限自己。对，因为其实你可以想啊，这个世界上的植物是有多少，然后有这么样的各式各样的东西的存在，所以它基本上大自然存在，它就是不是局限的。那你为什么要先局限自己说，我必须要在什么样的格局里面，或者在什么样的风格里面才能表现自己呢？其实我觉得，你要让自己有一个更开放的心，然后去接受更不一样的自己。你多多去接触啦，哈。对。但对未来呢？你对未来有乜嘅想法吗？未来的话，因为现在孩子慢慢长大了，所以我也会在花艺的部分会再更深入的去钻研，然后可以再更多的学习。对，因为其实我在当妈妈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很长的时间是，其实离开职场也算蛮久了，那很多部分也不太熟悉，然后也其实我觉得就算是10年啊，我觉得那个变迁也是很快的，再加上这个部分本来就是还蛮是在跟着潮流的一个行业，对，所以就是在这部分我会再更多一点的学习。你等于讲这个如果说你这个重新轨道，你要工作地方，其实嘛学习要新的东西嘛轨道，同时讲也要潮流一直在改变啦。全世界东西一直在进步嘛，每一个概念有一些新的概念会入来，嗰时候等于讲，你还是要无点的去学习一件事情。咁对教學一件事情咯，有特別有想過要教養嘅聲音的冇？其實這個我就更不設限了，因為能夠來到你面前讓你上課的學生，我覺得那個也是一個緣分。那不管他給你的反應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或是其實甚至於有時候他的接受度是沒有那麼高的，或是他也我們直接講就是不是那麼容易受調教的，我覺得那個都不是在我的設限範圍之內。那我本來就很能夠接受，能夠遇到各式各樣的學生。從來講，發現學生嘅嚟講，比如講年紀過太細的大細奶細模有差冇？我覺得年紀沒有什麼太大差異，但是男生女生好像有一點，就是可能我們一般來講啦，就是女孩子會思想過程會比較細膩一些，但是男生他就是會比較果決，所以他完成作品的時間很快。
然后比如说你给他一些必须有选择的项目的时候，他也很快就可以做决定。对，但是通常女生呢，她就这个好吗？那还是我要换那一个呢？或者是她如果是跟朋友一起来，那假设朋友选择了 A， 她就会跟着选择 A， 然后朋友选择 B， 她就会跟着选择 B， 对，比较容易有见异思迁啊，或者是那个想法上的改变比较多。不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自然个性的表现。可是其实这种你有心思的吧，你这个年纪根本没问题。所以说讲，你有心思学反应一件事情的话，马个谁事都可以学了哈。马个谁事都可以。对，就是没有年龄限制，甚至于我们的店里的课程的学生也有很小的幼稚园的，然后也有一个10岁的孩子，他非常喜欢我们的课程，还来上过了好几次，然后参加各种不同的类型这样子。对，意识一件事情其实唔单止睇反应地方，一路睇人嘅人生。你好好应用这个心，都可以发现人人生地方、人生活地方，某个地方有意思。今日我刚才讲的一凡人在现场同我讲阿多反应的故事。谢谢主持人，多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到高树来找我们玩。那对我们课程有兴趣的呢，也欢迎各界的支持，谢谢。休息一下哦，大家听下来先上来运动一通哦。各位乡亲，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是王正祥，定係平係潘先生，也平係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的運動呢，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可以來同我哋共下來做。今家教大家人的運動呢，係提示鼓聲，提示鼓聲呢，首先呢，我哋呢兩隻手共用，嚇，但搓啊！搓手來過後，我哋呢首先搓手，邊個我哋呢腰骨方，嗬，我哋搓一下腰骨，我哋呢腰嘅搓手嘅呢，我哋更加呢同樣，要同我哋呢右腳打開一些，打開一些呢，我哋呢腳呢，同我哋眼神企到我哋呢左腳，我哋同我哋呢右腳。淡放起來，淡開來時眼神呢沉下去，沉下去嘅時節係吸氣，腳掌呢踢出去嘅時節眼神天天嚟向後背，也係透氣，同我哋氣頭透出來，我哋嘅腳盤傾下去，變喺天嚟行，縮放起來吸氣，再對前面落下去，打開來，打開來過後我哋嘅眼神。變喺到我哋嘅右腳，右腳企穩呢，我哋嘅左腳，那天天嚟對膝頭方調放起來，調放嚟吸氣，吸穩呢，我哋嘅腳掌踢出嘅時節，眼神向後背，舒暢對腰骨，撐喺我哋嘅腳盤沉下去，變喺天嚟行，企唔係穩，變天嚟再縮放起來。在變下去嘅時節，我哋呢左腳變下去，我哋再打開來，我哋呢動作係重量呢，我哋呢眼神呢重量一定係企穩呢，企啦下坐穩呢，我哋另一隻腳右腳呢拉調放起來，調放來時，我哋同氣頭吸爆來，我哋呢眼神凹下嘅時節，我哋呢氣頭會喺腰骨後。腳掌踢出嘅時節，眼神呢向後背，手掌呢撐一下我哋腰骨，手腳盤呢撞下去，調放起來嘅時節，我哋對中間慢慢地下去，打放起來，再同樣眼神坐到我哋呢右腳過後呢，我哋呢左腳調放起來，腳掌踢出去。腳盤傾下去，變喺天嚟下，再一次下去嘅時節，腳站下來。而家呢，我同觀眾朋友做嘅示範呢，係我哋呢手
变下来过后吼，我哋咧腳同我哋咧剪條頭髮，我哋咧松樹拿好起來，一個動作就係搓我哋咧樹，然後做個分解動作吼，樹巴掌搓手嘅，呀變嘅我哋咧搖嘅吼，我哋咧搖嘅點嚟，當我點我哋咧斧頭嘅隻嘢，我哋眼神是把輕輕搓一下。同我哋咧搖嘅用樹巴掌嘅手氣搓一下，搓嘅手嘅，我哋眼神打出嚟，打出嚟過後記得咯，我更加對右腳開始做，我眼神一定要移到我左腳，我企啦下坐穩咧，我那豎腳，豎我右腳放起來，我哋可以做分解嘅時間咧，我可以先做安尼吸氣，吼。從起頭吸嘅到我哋搖嘅吼，再變下來，再打開來。更加呢，我哋呢眼神呢，喺我哋呢腳項右腳嘅時節，眼神呢重量喺右腳。我哋分解動作呢，喺左腳呢變鬆嘅拿過來過後呢，我哋起頭吸爆嚟過後，啊，我哋呢腳掌呢慢緊扭放起來。慢筋踢，先變下去，打開來。作為基本，我哋可以企穩嘅過後，可以企穩嘅，我哋拿來做踢腳掌嘅動作。踢腳掌嘅動作呢，但係我拿來分解嘅時節，我拿同大家人講一下。我踢腳掌嘅時節你要踢，我哋練嘅腳掉放起來嘅時節。更加腳掌一踢出去呢，我哋記得，我哋咧眼神呢，企喺另一隻腳過後呢，我哋另一隻腳變鬆來時節，第一，我哋腳掌踢出去時節，我哋咧眼神向後背一下，向後背呢係撐對我哋咧腰骨，幫我哋咧眼神有一個支撐嘅力量，力量係嚟過後我哋腳盤傾下去，我哋冇穩唔怕，我哋咧腳趾對下天嚟。面對我哋咧天嚟向豎放起來，再掉放起來，吸氣吸飽，我哋咧眼神輕一下，再腳變下來，眼神打出來，腳再打開來。我哋繼續咧運作呢，會復發我哋咧腰骨，我哋咧心臟咧，我哋咧緊張，我哋咧心臟嘅陽氣，所以再狀況起來，我氣泡爆出來。吸飽過後呢，我腳掌呢，踢出去嘅時節，記得咯，踢出去嘅時節，眼神是把向後背，向後背一下，我腳盤呢傾下去，腳趾傾下去，傾下去過後，我哋喺豎放嚟，眼神冇穩，腳可以對下天嚟，腳對下天嚟過後，我哋呢綁轉來嘅時節，那再一次豎放起來。再一次豎放嘅眼神，再輕一下，腳再變下來，對個下天來，再打開來。安尼呢，對我哋企嘅動作呢，第一，我哋可以天天嚟練，我哋企嘅穩度，左右腳嘅穩度，企過站嘅呢，我腳呢，那掉放起來，掉放起來可以天天嚟鬆出腳掌，鬆出嘅時間呢，我哋呢眼神是把向後背，輕一下，我哋咧腳盤、腳趾向前面傾一下，我哋會彎到下來時節，我哋咧腳趾對一下天來，對下去我哋穩咧，乃在縮喺前面縮進來，我哋再綁放起來，再一次下去，再打開來。我哋按嚟做嘅用意呢，與分解用意呢，就係幫我哋咧腰骨，我哋咧腰嘅。利用我哋氣頭吸飽來嘅時節，我哋按嚟撐下去，佢一撐下去氣頭無法吐動我哋咧腰嘅嗬，啊利用我哋咧腳呢掉對切頭項掉放起來呢，我哋氣頭壓縮嘅時節會動我哋咧腰嘅項，所以當冇動我哋咧腰嘅項嘅時節，我哋咧腳掌呢踢出去，腳掌踢出去呢，我哋咧眼神。對我哋嘅樹，我哋嘅樹線
唱对我哋嘅腰嘅腰骨，我哋腳盤沉下去嘅時間，變上來，變喺天底下，我哋變喺天底下，嗰度我哋嚟縮起起來，沿對我哋天嚟腳趾沿到天嚟縮起起來，都一換咧，我哋同我哋嘅腳再調一下，調一下再按指頭再去按摩我哋嘅腰嘅。我哋嘅腰嘅復發過後呢，我哋嘅眼神也會過好。所以人講腰嘅嘛係個重要，係解脫嘅體一個生長好。所以我哋做嘅時間呢，我哋記得我哋嘅眼神，去揾我哋嘅松樹，插喺我哋嘅腰嘅方。有人講我唔定喺腰嘅點啦，一樣標啦，我哋嘅松樹標喺我哋嘅後背。我哋咧虎頭向嘅在意，所以做嘅時間記得我哋咧愛換嚟過後，去都市吸包嚟過後，睇下我哋可以先做嚟動作，變上嚟再吸包嚟，再變上嚟。我哋可以先做嚟動作，做得到我哋嘅眼神可以，我哋嘅兩隻腳可以單腳企嘅時間，那做腳掌踢出去嘅，腳掌踢出去嘅，豎放起來，我哋做嘅呢，兩隻腳做呢，同樣腳掌踢出去嘅，掀下去再豎放起來。過來呢，我同他講人講嘅呢。做連續動作呢，首先呢，我哋呢手把掌要先搓手嚟，搓手嘅過後呢，用我哋呢手把掌嘅手去溫手我哋呢腰嘅，稍微搓一下溫手我哋呢腰嘅，好嘅呢，連續動作做嘅時間，記得我哋呢眼神企穩來，起頭吸包來。腳掌踢出去，腳盤傾下去，腳趾對天來豎放起來，再變一下下去。更加通常呢，都做得到呀。詳情要記得嘛，係要記得呢，我哋好好來運動，我哋呢眼神同精神都會過好，好好運動，我哋下一次拿來了。